然後呢，一美老師接下來呢，愛教大家呢，怎樣嘅，然後安尼嘅安尼身體呢，可以上半身可以疏解安尼疲勞，安尼嘅兩骨啦，哈，我長骨刺啦，哈，會安尼腰酸背痛啦，會安尼規個脊椎呢會歪一片的問題，然後一美老師呢，愛教大家。用最簡單的方法。一美老師是真嘅冇難的動作啊，其實呢哈，簡單的動作真冇簡單，因為你知道簡單唔可以做啊。其實簡單的動作，做起來嘅效果真係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後呢，也是個運動要教大家，假使要壓兩片的肌肉鬆軟的話，然後脊椎就做得彎下去，做得放起來，哈，然後腰位呢就唔會腰酸背痛。你腰酸背痛呢，因為你肌肉冇力，哈，冇辦法支撐。像人中樞嘅嘛，都路上看人中樞嘅，樞嘅踩落去，一天呢有兩支棍呢，安尼攞佢支撐吼。嗰兩支棍呢，就係安尼啊順風嘅肌肉，哈。所以啊，一美老師要教大家側拉腰，哈，你假使講這個起底呢，哈，唔可以變白咗，哈，踢下腳打開來，腳打開來安尼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擴胸，慢慢的，讓人的胸脯打開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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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開來。好，你打開來去呢，老鼠慢慢的向東方，向東方。安尼我知道講，那個那兩骨一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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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兩骨來上去。假使講來唔上去，安尼知道，老師啊，知道肩頭卡到啊，來唔上去，你用呀兩隻大拇指腹高 ，yes， 來上去。好，你知道講，老師我義工呀肩頭卡到嘅，唔怕，不用強鬆人嘅手掌，不用強鬆人肩頭，來上去以後，不用後背，來到義工後背去，因為咱嚟停一下，好，慢慢地停，慢慢地停，你腳先好，你可以停到呀，好，停到呀去，打開來，打開來，打開來，先向單個，以後呢，好，不用下來，好。踢的方法，讓拇指腹高；踢的方法，讓個手，好，10個手指頭交叉，你可以按摩手指頭，推出去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向東方，先讓人兩骨來開來。那個我做嘛我長骨刺，長骨刺是因為那個安尼脊椎跟脊椎之間呢，一節一節的安尼擠壓迫個太嚴重誒，安尼讓佢來鬆來，來鬆來，來鬆來，所以安尼骨風來鬆來。所以呢，你先向東方，用拇指腹高來上去，他摸住迄10個手指頭交叉，不用都要停留。好，停留過後呢，你就慢慢的打開來，打開來，打開來，好，打開來手掌，有機會就要做手掌，好，手肘、手腕的動作，好，做好去呢，慢慢的吐氣，向左邊，也會向左邊送過去，好。右數到左邊，左數到右邊，好，按你後面來送一片的，來一片那個穴位來開來，哈，啊，慢慢的停到呀，好，記得嘛，一美老師吩咐大家，我停留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好，停留差不多20秒到30秒去，停同一下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啊，吐氣，深呼吸，打開來。好，記得啦，鄉親朋友，有左片再有右片哦，好，慢慢的上來教啊，順的啊，做運動嘢，我就講，看啦，同阿婆講做，安尼慢慢像飛機一樣啊，飛機，好，比上去比到左片，往下來了，左手向下背，右手向東方，安尼來開安尼順風的肌肉，好，慢慢的左手過來，右手過去。好，向數兩個伸展，好，停到呀，好，慢慢吐氣哦，吸氣，身體來開來，好，吐氣，不用強鬆。鄉親朋友，有老一美老師教我做嘛，我知道做得美美的，
安尼呀身材要较好哦，呀身体要较生发咯。英美老师作为同组，大概同组就懂食材啊，总会举起你的双手，抬起你的双脚，你就可以健健康康。好，安尼停到呀，好停到呀去，好，安尼停同一下来耶。你有嘛？左手右手，安尼互相延展，也可以腋下淋巴，增强两个肌肉的力量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停到呀，动酸呢。好，慢慢吸气，头抬起，打开来。好，对了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收工到前面。好，向前面也有这些强化人的顺风的肌肉的动简单。好，一下假使讲，唔来唔回来啊，身体动难搞啊，冇办法呢。也下玉敏老师呢教你，好，用一个又开一个另外一个辅助的方法，一个毛巾，用通的毛巾哈，洗身的毛巾，抹个毛巾就做的，打开来哈，不用多呀，按发，好，执起来，用毛巾，你看安尼，来开来，还没让人舒张，哈，人舒张还没打开来，好，人个往上的时候，人舒自然就会来开来，好，你舒张来开来以后呢，同样脚打开来，好，你脚打开来，好，右脚不用左片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有冇看到人脚来开来，做嘛爱交叉又够强化人的骨盘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来开来，好，这动作是玉美老师最爱的动作，因为呢，都要可以休息，好，可以放松，好，可以伸展。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跨回来，好，记得了，慢慢的，好，吸气的时候来上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按呢延伸，好，慢慢的延伸，吸气，吐气。很亲朋友啦，因为老师听他做嘛，思考呢呀，身体的。给元素都来，你身体的灵活度都来。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，好，慢慢的脚卡转来。乡亲朋友呀，安尼一条毛巾哦，当好用。你们可以向前、向右边、向后摆，好，并下来，好，向当方、向左边，安尼。你有一条毛巾哈，就懂后运用，你就强迫呀身体回到正确的位置。改到哈，你向当方，好啊，转来，好向右边，好，安尼来过来，好向右边哦，你就可以右手边下摆，当方吸气，好当方，有冇吐气？啊，你们做运动啊，又简单又有效，好，慢慢的安尼转来，也是对那个。给脊椎啊，那两骨，好避免长骨刺哦。好，各位老那身体硬来硬生发，好安尼，好慢慢的吐气。你假使讲，我知道讲，动无聊啊，按慢，你做脚个没做得到，你看安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你吃上面去搞这跳舞用的呀，一条安尼筋呢，你吃了啊，行到来走到来，你会吃到讲，到身体硬来硬生发，啊，愈来硬强松的哈，好，也还那个脊椎哈，避免长骨刺啊哈，啊，那个安尼身体硬来硬生发，啊，骨会下去，啊，放起来，好，按动灵活，啊，改一个动作哈，然后相信朋友讲，野味安样诶，做得讲安尼唔可以腰酸背痛呢，哈，也按踢的动作，按手柄啊野味啊，哈，按你手柄啊野味哈，手柄呀以后呢，固定那个安尼腰椎哈，发起呢，好发起呢，你就想象讲，这个
模板的有嘛哈，安尼模板的，好，绕圈圈，绕圈圈。有这动作呢，嘿，艺美老师懂爱做的动作。你期待呢，哈，你期待任何时候，哈，也有秘密哦。样来做呢，哈，向前面时候呢，来到安尼任脉，好，安尼熟悉。好，向右边的时候呢，来到安尼呀右边那个镜头，到后背去呢，向后的去哈，只肚丝竖起来，莫安尼扣师傅，安尼竖起来。啊，竖起来，个向左边，向前面，好，你接安尼，好，接安尼，好，你看呢，啊，又向前，向右边，向左边，好，安尼，好，各位反方向哦，安尼，好，慢慢的，安尼，有吗？同样做的。好，安尼哩啦，你就吃得个哦，野味当好用了，苦下去放起来，向右边，向左边，好，野味是当好用的，唔会讲哎呀，顾唔得下，放唔得去，好，乡亲朋友，你总爱听一鸣老师当日同样哈，你做运动好，变成起个生活的习惯哈，储存也健康，储蓄也健康的能量。好，投资也个生命健康的能量，是最值得的哦。好，你运动时间就到了，安子生。